平安，你今仔来？我活动是 Angel 文呢，都穿开过。哦，我 Angel 可能还穿过。哦，今天有真好哦。太难，我我不爱去。平安，我是牛。你有较老，我嘛会较老啊。你无看你是看到他少年啊？我较瘦，较瘦啊。对。跟你讲的，上，没事啊。哦，这边会。你讲古亭花迄种迄吗？那像百合的迄种迄啊？
咱做人要跑来，就是的，基本上对，一定这么多，我们师兄来学你，我们师兄来感谢你，我们师兄来应要注意的。基本上对，求你帮助我，把我做处理好我的兄弟，把我今仔日一时要来应付你，好，由此请求我每一人接受到的机会。非常的表现挺从我们面前的期待，因为现实台湾越来越变化，环境啊，会当来台湾进的是我们命的加持，对不对？就当然我不能变化，就看过去来角度来，我会比较姊妹，对对象他们什么比对，好过去。这样说，基督信仰的阿门。
看，耶和华这罗卜面间点耶和华厝内的，恁拢着学乐耶和华，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学乐耶和华，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锡安赐福气予你。按做来吟圣诗314首，314首，我随会讲万国音语，圣诗314。第314首，我虽会讲万国音语。为了诵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诵读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女玛利亚出世，伊本天为了到人来受苦，对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咱这个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多谢。做个启应是用启应文第38篇，哥林多前书13章。启应。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亲爱，我就像对象的关系，人的老婆。我说书做身体。连别当众的恶标，当众的灾难。
各说书有交臂的信，到夜来移山，那无天来，我为生做生命。我说书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那无天来，伊若是够宽容慈悲，伊若是够万伊无反抗，无平衡，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坏事，无偏见，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凡事应受，凡事相信，凡事恩骂，凡事顿论。因若永远袂无去，那是先帝的一回回，也因故要说，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人哦，无完全的智慧。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经历体会无囡仔时，因为咱当对镜在看，有无无明。但是到迄时，就年头对面，我当所知无完全，到迄时就知我有自在之意。现今所存的，就是信、盼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个是咱所照咱来看，今仔这圣经则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5节，《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5。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讲的。使徒用大权能，干正主耶稣的国话，众人也得到大稳定。其中无欠缺的人，因为见有残痕，躯体会拢袂医，带因所卖的银，下伫使徒的骹下，照逐人所欠的分互因。原文。这一群信徒都同心合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财物是属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大家共用。使徒们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上帝大大降福给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缺乏什么。那些拥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卖产业的钱交给使徒，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大家感谢上帝信息，咱以的话，咱就是咱来听李牧师带咱来祈祷，然后伊要讲道，伊要正道题目是和牧的关系。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保守阮伫阮的日子的中间，阮会通搁解伫你的圣主日来组织伫你的圣殿。愿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典教也原因。虽然阮犹原面对这个疫情，搁起起落落，特别是咱看到欧洲疫情已经第3波搁起来，有真侪的城市国家全面来落档。愿恳求你的恩典甲这个科学家、医学家三个弟弟，也会当来带领阮做好家己的保守，会通来免伫这个疫情的困扰。阮也感谢你的带领，也互台湾这个华人的车祸会通紧紧来处理完成道路的恢复也已经完成。恳求主你的恩典，甲这个受难者的家庭、受伤的人三个弟弟，特别是伫第一线来拯救这的人，因的心灵的平安，也恳求主你赏赐对天顶属实信心的平安，甲因三个弟弟。
阮搁一届伫你诶面前献上祈祷，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诶教会，甲阮每一个人，也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来活出水诶见证。阮为着今仔日诶主旨献上感谢，各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用主教示咱诶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念诶爸，愿你诶名圣，你诶国临到，你诶旨意去成。伫地呢，亲像伫天日。阮诶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诶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诶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诶。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感谢大家关心甲带导吼我拄则咧甲你去讲吼，即个等于这一抓吼，搁倒转来了吼，关超过1个月咧吼，不过就是讲伫这中间有无共款的体会啦吼，因为伫即个网络的中间，常常咧看到侪人咧分享即个居家隔离，也是讲伫隔离饭店拢较侪用负面的啦吼我着家己劝勉讲吼，伫即个隔离的中间，会当做一寡较正面的分享吼，甲大家三甲来勉励安尼吼。是咧，我甲电脑用较倒来。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思考的是，要对即个《使徒行传》第4章的经文32节到35节，其实我会甲今仔日4个经文拢放伫分享内底吼。今仔日4个经文，我每一个礼拜其实是有4段的经文吼，咧读的是无读很济啦吼。我用诗篇133篇，《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5节，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约翰一书第1章到第2章的第2节，就是咱最近咧查经讲到的代志吼。再来，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31节的经文，我会放伫讲道内底来甲咱三甲分享吼。伫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咱讲咱是一个得到福气的人。咱讲咱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叫做啥？叫做福音啦吼。但是真侪人亲像犹太人共款，这个对得到救恩的福音，拢停伫这个祝福尔定。咱较少去思考，还是讲更较积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面，还是讲第后壁，咱所爱做的是咱的呼召是啥物？伫创世纪12章，看见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上帝爱伊军队伊的脚步，然后讲应允伊要成做大国，伊的后代要亲像天顶的星吼，落尾本来摆咧讲吼，要亲像迄个山安尼遐尼济，但是迄个时阵伊75岁，无有看到影，对伊来讲伊足欢喜的吼。当然，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上帝真特别的恩典，互伊伫100岁时阵有家己的囝，然后有子孙满满。但是伫12章创世纪12章的后壁面，有一句话，犹太人一直无读到的。上帝甲讲：你要成做大国，你要得到福气，过来咧，嘛要因为安尼，互其他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得到祝福。所以基督徒咧思考的是讲，当我得到这个救恩了后，我要安怎成做上帝祝福人的工具，还是讲迄个器具？美国天主教会个人当来用马太福音25章做因的袂当讲年度的标题，已经几若年吼。美国福音信义会因用 God's Word, Our Hands， 伫遐一直咧激励家己去思考，咱要安怎成做人的祝福。但是咱咧思考讲，咱要成做人的祝福进前，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迄个和睦的关系啦。你知影吼，和睦的关系真重要，和睦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若无和睦的关系，
咱所传的无法度互人来相信。拜五伫查经的时阵，底面问一个问题，讲迄个怨恨人甲杀人同款做，迄是啥物意思？那对伫信仰来讲，怨恨人甲杀死人同款的做，就是无顺探上帝的旨意。而且耶稣讲，你若心内动了歪念，你安那，你就已经犯罪啊！吼，对伫上帝的标准来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要来思考是讲，迄个和睦的关系对教会生活，对咱基督徒的生活是偌尔啊重要，吼，偌尔啊重要。即回当然有机会去拜访10几间的教会，吼，敢若亲像剩的2礼拜拢拜访教会安尼吼，讲因为大家拢真热情邀请去吼。伫迄个中间会当看到讲，大概会当发展了真好势的教会，拢有一个特质，因为和睦的关系，迄个质比率较悬。你若一间教会，你若去听吼，这个嫌迄个，迄个嫌这个吼，教会要发展足困难啦，会烧扭啦吼，会烧扭。所以和睦的关系伫教会内底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咱会当讲这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因为基督教的强调，咱咧讲啥？彼此相挺。耶稣互咱的新的改变，讲恁着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挺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着安那挺厝边，亲像家己。所以，伊讲恁若彼此相挺，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若无和睦的关系，要安怎有挺？无有和睦的关系，就会有搁较侪负面的代志来发生。昨伫洛杉矶一个真互人痛心的消息，有一个少年的妈妈，伊的囡仔大概3个上大汉的，可能4、5岁啊，尔定3个哦。这个妈妈用刀啊，甲这3个囡仔拢总剁死。对伊来讲，这个囡仔对伊来讲，毋是一个疼的对象。对伊来讲，这3个囡仔可能伊还未备办要做妈妈，也是讲伊无能力做好的妈妈，伊伫遐有精神顶悬的问题，嘛真有可能。而到落尾用这个真悲哀的方法，将伊的囡仔来杀死。当然，这个妈妈即马已经去互警方抓去啊！吼，迄个和睦的关系是一个疼的基础。约翰一书，咱最近在查经的中间，咱去看到伫第1章，咧开始讲到光明甲黑暗。这是咧甲咱讲什么话？这是咧甲咱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基督徒的生命就爱脱离迄个黑暗。咱接受到迄个救恩了后，咱爱脱离迄个黑暗。迄个黑暗是啥？就是伫拜五咧回答迄个问题讲。怨恨甲杀人有啥物差别？无差别，拢伫黑暗的中间。意思讲，迄是一个旧的生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信徒讲：你若伫基督内底，你就成做一个新的人，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这个旧的代志，就是咱讲黑暗，变成做新的。是咧甲咱讲，咱接受着主的救恩，活伫这个光明内底。我时常爱家己勉励，基督徒爱亲像月亮共款，咱无才调，亲像日头，家己会发光。对咱来讲，咱会当形容讲日头，就亲像是上帝本身。咱基督徒是亲像月亮，咱是反射日头的光，互人看见伫暗时。日头嘛是伫咧，伫黑暗中间悠然有光，所以咱成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爱迄个离开黑暗，成做光明的囝。黑暗伫咱的生活中间是啥物款？你最近咧看到台湾这个火车的事故的这中间，就会当看真清楚。黑暗佮光明的人的思考甲讲话是完全无共款的，吼，真正是无共款吼。
有真侪人着点点吼，着去关注金钱来帮助遮个死失，也是讲受伤的人，因伫赛后因爱济的经费。除了赔偿以外，因会当阁有遮个金钱会当帮助因。别人真感动的是，伫高雄的迄个高速公路爆炸的一个受害者，伊听讲是60几%的身躯的烧伤而且伊一支脚为着安尼爱锯掉。当伊看到花莲即个火车的事件了后，伊马上捐献10万块。对伊来讲，伊是一个残障人士啊。伊的生活应该毋是遐尔好过，但是伊愿意安尼来捐是安怎？因为伊亲身体验着迄种的痛甲艰苦。伊知影遮个人需要更较济的关心。我想迄毋是干那迄个钱的问题尔。光明甲黑暗，咱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来，讲一个迄个牧师家己的代志啦真侪人拢关心讲，过来牧师要去倒位啦等于伫台湾的时阵，有足侪同工嘛一直咧问咧关心但是即摆都还未有结果所以我嘛毋知影结果对北部到南部，啥物消息拢有啦。有人讲我已经监算过啊，伫南部倒一间，伫中部倒一间，伫倒位我讲我的牧师资格都还未解决咧啥物话拢袂当讲，但是因讲敢若真诶呢。我意思是讲，传假消息嘛是一种诶黑暗诶势力啦为什么？因为迄著毋是真诶嘛。咱咧看约翰一书，约翰伊安怎讲？我今仔日所写这个代志拢是安怎？看见诶，听见诶。伫《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伊甲即个提阿非罗大人咧讲是讲安怎？我所有遮的物件拢求证过，这是一个基本的信仰的态度基本的信仰的态度。当然，牧师是真感谢遮个人的关心，但是有当时迄个关心会造成无好的影响啦所以咱爱真正足清楚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什么代志是属于黑暗的，什么代志属于光明的。第二个，伫黑暗中间的人，伊需要是啥物款？伊需要是平安咱讲去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31节这个所在。这个所在的记载是耶稣搁我门徒显现伫一个房间底的时阵，当伊伫房间底对19节到31节，耶稣拢总讲3摆，愿恁平安。咱知影咱基督徒互相见面的时阵，拢用平安来三称安。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阮兜开店，开迄美术社，时常人会敲电话来买物件。有当时敲来讲，恁兜有啥就知影讲这是教会人。人寄来讲，平安你就知影讲这是教会人。迄就真做咱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互相的请安甲祝福。愿恁平安，到尾咱会变做拢讲做爱称是一个名词啦，名词平安安尼尔。但是事实上，当耶稣咧甲门徒讲愿恁平安的时阵，迄个冲击是足大的。为什么？照约翰福音20章的记载，19节讲，伫礼拜即个阴暗，耶稣门徒就做伙因将门安怎？原文希腊文讲安怎？lock 锁起来，暗甲伊关起来。后壁一句话讲啥？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所以因的性命迄个时阵是啥物诶？黑暗的。因的性命是黑暗的。愿恁平安是耶稣甲因三角见面的时阵所想事应允互因的。当恁看到各我的时阵，恁就要有平安，甲恁三角伫地。搁伫即个经文的后壁。耶稣搁甲因分一口气，讲恁接受圣事。
多马毋相信，当多马搁转来伫即个所在，已经过一礼拜了后，耶稣搁一届显现，耶稣嘛是共款用原领平安来甲因请安。伫迄个所在，耶稣甲因三甲八饼，八饼是一个和睦的关系，八饼是一个分享的关系，八饼是将咱所有的祝福来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原领平安，当咱基督徒咧用平安三请安的时阵，请咱会记住，这个时阵就是咱要将上帝予咱的祝福、得救的恩来甲遐个需要的人三甲分享。这甲阿伯拉罕所受的呼召是完全共款的。所以咱毋通甲迄个平安讲啊足好通的，足无动力的，足无感情。迄个平安是足有气力的一个动词啦，吼，动词。所以基督徒爱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亲像诗篇133篇，大笔安尼讲和睦相处是大年受祝福、大年快乐的代志。咱想想看觅啊，如果一群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就是咧 A 咧 complain B， 啊 B 咧骂 C， 啊 C 咧讲大家，我想可能几摆啊了后，以后家庭的组织敢有人要去？我想就无人要去啊啦吼。大笔伫遐讲真清楚，兄弟姊妹和睦相处是偌尼啊幸福，偌尼快乐。伊讲亲像迄个真贵重的香膏，对阿伦的头壳上来流到伊的喙鬚，佮流到伊的衫躯。咱知影祭司的衫吼，是伊一领袍以外，佮一个外袍，啊下骹衫躯是下骹有绣即个一穗一穗的迄个，因伫迄个服饰中间内底。下骹佫绑迄个玲珑啊吼，啊，互人知影讲，伫内底服侍的祭司啊，伊还佫活好好伫咧，无互上帝来受气吼。所以意思是讲，迄个祝福，迄个高抹是对头壳顶一直到伫骹尾吼，是全部的祝福啦吼。啊，伊第三节咱讲亲像乌门山的甘露，咱知影犹太地吼，亲像咱南加州共款。是干燥的，咱今年嘛佫欠水啊吼，听讲无偌久要限水。啊，台湾今年嘛欠水欠啊真严重吼。啊，伫犹太地的水源对倒位来？咱加州的水源对倒位来？听讲是对科罗拉多买水啦吼，买雪水吼。啊，伫犹太地的水源是对叶文山，哦，对叶文山，伊是规年通天拢看湿的所在。所以遐若雪开始扬，约旦河就有水，因就受到灌压。啊，这个是阿伦的头壳，这个山骹是伊的喙鬚，到伊的衫躯到伫倒位，就是死海啊。所以全部这个所在拢要受到祝福，拢要受到影响。所以迄个兄弟姊妹的和睦，对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咱所爱追求的啦吼。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 100% 受到祝福。若无的时阵，咱就会有一寡困难，较困难。第四个经文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5节。有真侪人读到《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也是《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5节的时阵，因拢会讲吼，迄哪有可能啦？叫我全部物件拢卖掉，哦，特别是第2章后壁讲，因安那卖家己的产业，啊，起来伫教会，啊，凡物公用，哦，足侪人就讲无可能吼。那参像有的兄弟姊妹讲啥？我无爱吟圣诗306首做奉献诗啊，吼，为什么？伊讲我全部拢奉献，这欺骗上帝，吼。啊，其实迄个意思毋是安尼啦，吼。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4章
32节到35节，甲咱解说较清楚，吼，甲咱解说较清楚。伊讲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公的。这句话，互人误解啦吼。伊讲使徒用大权能干净耶稣的国话，众人也得到大恩典。其中注意听14节讲的，其中无欠缺的，因为见若有田田园厝地，拢袂以带伊来卖银来藏伫使徒的骹下。意思就是讲，无有欠缺的人，伊将伊有的捐献出来。咱会记这一对翁仔某，安那利亚甲伊太太，伊安那卖了头业，甲使徒讲，那这全部拢伫遮。彼得讲啥？这敢是全部？彼得尾也甲讲一句话，讲这田产还卖是你的，卖了嘛是你的，但是你啥事欺骗？吼，迄个意思就真清楚，就是讲。毋是全部，你会当家己去决定你要捐献偌济，来互大家来使用。迄个意思就是讲，亲像马太福音25章所咧讲的，耶稣讲：当我枵的时阵，你互我食；我喙焦的时阵，你互我啉；我赤身裸体的时阵，你用衫互我穿；我乖伫监的时阵，你来探望我。你若做伫上至微细的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这是和睦关系。咱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毋是看见家己的需要。咱注意看圣经32节咧讲啊，无有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角度来讲，是讲我所得到的一切，除了我家己的努力以外，都是啥？上帝互咱的恩典嘛。所以咱讲奉献是一个归献予上帝，因为这恩典是对面遐来。咱袂讲啊，这拢我的，所以啥物话拢放在咱底下内底，早转去厝。这个假释是讲，咱着爱去看到人的需要。当咱有和睦的关系的时阵，咱会去大声思考别人的需要。咱无偌久进前路德记的查考，咱会当知影。当初时，因就是安尼，照顾这个寡妇孤儿，家老的物件无翻头去捡，就互因这个人善这需要的人去捡。这是写着《申命记》的记载的假释。所以有迄个和睦的关系，才会通去看到人的需要，因所有的物件来共用。好那亲像敬拜伫查经的时阵，有哪样有问吼，伊咧讲着讲这个倒好那亲像共产主义，我讲其实毋是啦吼。共产主义是对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变甲无相款啦。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是啥物货？大家做伙努力，修行的无论你偌悬的位置，经理也是上低层的劳工。大家领共款，这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咱有机会去因一个叫做伫旷野咧开垦的一个营地叫做基普出，咱有机会去看吼，伊敢接受26岁以下的青年去体验啦吼。我捌鼓励几个青少年去参加吼，因足大的得着吼。因咧经历所领的，甲因外国去的劳工共款钱。大家做伙拍拼，所有的物件做伙共用，无有倒一个人比你较位置较悬。大家拢是共款的，是兄弟姊妹，是和睦的关系，是做伙拍拼的。因为拢是伫主的恩典内底，伫遐来和平相处。我想这嘛是提醒咱现代基督徒啦吼，就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已经脱离迄个黑暗。就是讲，咱得到救恩啊，然后咱就爱积极来思考，伫咱的周围中间有真济会因咱入去伫黑暗这中间的事、的代志、会惊胆、会讲的话，咱爱去摒练，而且咱真正是
会通用这种彼此相听的心情，用和睦的关系做伙来遮。我所无爱用经营教会啦吼，教会毋是事业啦吼，但是咱用和睦的关系来相处，伫即个所在来见证主的恩典，咱做来祈祷。向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大声听阮，你爱阮，也彼此相听。主求你来帮助阮，也互阮维持一个好的关系。阮无过头看重阮家己的想法、感受，阮真正看见你互阮的呼召伫即个所在。当阮决志要来做伙拍拼的时阵，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用你听人的心志来和睦相处，也互阮所活出来见证，会当成做芳芳的者来互一个人得到吸引，愿意加入伫阮的中间。我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赢过阮家己的软弱，祝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或者你无所今仔所带予咱的信息，咱做伙来回应上帝话，来做伙吟圣诗342首，伫主听叹内面。第342首，伫主听堂内面。咱来奉献。
城市300块到手臂4张。咱做来感谢祈祷，特别阮的上帝对就初代教会信徒，因为当审合伊互相帮赞，因互相的志愿的生活的精神，上帝就大大祝福因每一人，因无人欠缺什么，对啊。伫阮现代生活中，阮袂当有即个群体生活方式，但是阮恳求主帮助阮，提醒阮每一人也时时刻刻个当问阮家己，阮敢有欠缺的关怀的心，问阮家己检查，阮想要得到的，并阮要做付出来较济，对啊，就是加添阮的勇气，并且听心，要知影安怎来做，也是下哩主的旨意。帮助阮知，阮所有一切，拢是对天顶天父赏赐的。阮的奉献只有是你分享你所赏赐阮的，你别上帝，求你帮助阮的真心，真意来听主你，对出来脚步来行，恳求主看顾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过来一礼拜的生活。出去台湾，得到这个看护保守，求主看护保守，阮的教会带领头前，所有行路站，当得到主的恩赐。我来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好在，这是请牧师来报告关怀。姊妹平安。搁一摆感谢大家，伫我无伫中间咱来关心甲代祷吼。咱继续为着即个疫情吼，咱家己爱做的部分做好势吼。我想可能大家拢做吼，咱教会可能刚好未做。但是咱看有足侪国家吼，资料疫情无法度控制得真好势吼。英国第一届宣布全国lockdown吼，所以我一个学生伫维也纳，维也纳嘛第3摆lockdown，一直到4月底才开放吼。真侪所在还阁真严重吼。当然，咱加州看起来是愈来愈好吼，毋望上帝恩典继续来施乐吼。咱若继续为着台湾即个代替即个火车的代志吼，继续来为着因祈祷，遮死失的人受伤的人。我感觉当我来讲，我会较特别去看到这救人的人员啦吼，因为因时常爱拄着即种的大灾难吼，因伫看到特别，因看到真侪心思其实是散的吼，甚至有脑浆有啥物伊拢爱去面对吼，因的心灵的创伤，我想无较输遮个受伤的人吼，咱为着因来祈祷吼。好，咱即礼拜会继续来查经，礼拜5暗时吼，咱会查即个第4章吼。歹势，我今仔佫无查着吼，我再用 email 传互大家吼。咱前礼拜聚会人数拢总19个人吼，查经聚会10个人，奉献940块以上。咱做来今仔日的经句诗篇133篇第1节，咱做两摆。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是好顶的好，好顶的安乐。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好顶的好，好顶的安乐。诗篇133篇第1节。咱接下来吟上元的诗512首，然后请弟牧师祝祷。
智慧。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但愿主的圣神甲咱三个弟弟，赏赐伊对天赏赐互咱的祝福，将伊的平安赏赐互咱，互咱愿意和睦来相处。那愿主的平安来甲咱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那这。